嗨，大家好，我是坦皮叔。今天是2025年2月18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这个县域经济。大家都知道，现在很多县域或者叫5线城市，尤其是中西部都在鹤岗化。为什么他们都会鹤岗化，最后变成公务员经济？什么叫公务员经济？大家都知道，就是没有产业，整个县城就靠这个转移支付，靠给公务员发工资，一群人围着公务员转，这叫公务员经济。没有其他的产业，没有什么外部投资，或者有外部投资都歇菜了，县域经济陷入停滞。今天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这个是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叫刘超他写的，说中西部县域产业发展为何陷入困境？园区里20%是僵尸企业。文章说从笔者在各地的调研情况看，目前中西部县域产业发展面临一系列困境，要突破结构性限制，实现县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仅需要地方政府改变营商环境，也需要调整产业发展的方向。中西部县域产业发展的特点，相比较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县城产业发展而言，由于区位劣势，中西部县域呈现农业大县、工业小县的特征，县域产业总体呈现小、散、弱特征。县域工业企业多为中低端劳动密集型企业，产业的附加值低，产业链不完整，产业类型普遍单一。第二产业多以传统加工制造业和资源开采业为主，缺乏龙头企业带动。第三产业发展缓慢，缺乏竞争优势，产业空心化问题突出。这个中西部县域产业发展普遍以中小企业居多，引领行业发展的龙头企业数量不多，龙头企业对开发区产业发展带动作用比较弱，尚未吸引到产业链条的上下游相关配套企业入驻，产业聚集效应较弱，一些地区入驻工业园的大项目不多，缺少龙头企业的支撑和链条项目的聚集，大中小企业之间的合作分工、产业协同不够紧密，产业发展层次不高，产业规模效应发挥不明显。这个中西部县域招商引资的大部分类型属于回归经济，本地外出经商老板也在外面发展的不错地方政府就把他们忽悠回来，号召他们回家乡投资，一般的叫回归经济，反映振兴家乡民意的回来的。当地政府虽然也给予较为丰厚的政策优惠，但是这些产业都处于产业链的中低端，以劳动密集型和手工作业产业类型为主，产业无法形成较大较集中的规模，技术比较落后。由于缺少产业发展的必要条件，工业园区的产业发展缺乏优势，企业经营困难。例如中西部地区某县城工业园区60多家企业，其中20%是僵尸企业，绝大部分是可以维持但利润微薄的低端制造业，占比近80%。也就是说20%是僵尸企业，还有剩下的80%是做那些利润微薄的中低端制造业。该县一家电子公司，其作为2009年左右招商引资回归经济，在县政府帮助下成为全市第一个上市公司。但是经过几年的发展，企业的经营效益不断下滑。2016年以后，短短3年时间，营业收入降低了3个亿，最终出于招工考虑，逐步迁移至市工业园区。什么意思也就是你那个地方就是培养了一个上市公司也够呛，他最后还得往别的地方。这个县域经济到底发展面临什么样的困境？刚才说了主要招商都招那些外出发展不错的这些老板，让他们带着钱回来投资，回归经济。这个作者说，在调研中，几乎所有的企业主都反映，企业招工难，招到熟练的工人更难，需要常年招工。中部地区某县一位纺织企业主说，厂里目前有130人左右，性别以女性为主，要么回来带孩子的，要么是回来照顾父母的，年龄大部分在40到60岁之间，80后只有几个人，90后没有，而且工人流动性比较大。该厂一位57岁的男性熟练工人说，之前在广东打工，一个月收入接近1万，后来老父亲生病没人照顾，为了方便照顾，只好回到这里打工，好的月份一个月6000多，差一点的只有2-3千。实际上中西部县域常年面临劳动力质量不足、数量缺乏、结构失衡等问题。对于低端劳动力而言，沿海大城市是更优的务工地，但凡能出去就不会留下。对于
技术性人才而言，当地企业的薪资待遇又无法吸引，因此一些企业由于缺乏用工市场，无法在中西部县城落脚。除了待遇问题，员工的生活保障也存在困难。一些县域经济开发区园区基础设施建设比较缺乏，市政路网、绿化照明、公共交通、道路安全、供水、供气、供热、污水处理等产业发展基础设施有待进一步完善。生活配套服务能力，园区的商务与生活配套有待完善，如餐饮、超市、银行网点等生活配套、餐厅、星级酒店等商务服务设施、社区医疗服务中心、社区卫生站等公共职能设施、商贸市场、商业街或商业中心等配套设施，解决了人的问题，还有地的问题。这个作者在调研中发现，县域工业园区的土地利用较为粗放，土地利用效率极为低下。在一些县级工业园，企业需求土地数量远高于储备用地，一些企业用地量大，但成片优质能够尽快利用的土地有限，难以满足用地方面需求。而且园区的土地利用有产业分区要求，是插花式利用土地，发展到后期就会有边角余料，降低土地利用效率。此外一些企业是招商引资过来，享受的政策优惠结束之后就变成了僵尸企业，也就是把你的优惠给你吃完之后，你的补贴吃完之后，人家就歇菜了，这不就是来骗补的吗？影响了土地利用效率。例如中部地区某县工业园2019年腾退了第一批20多家企业，2020年第二批腾退计划有13家。这些僵尸企业部分是因为产值低效，难以达到企业的母均税收。说相较于东部地区较为发达的物流体系，中西部一些地区也缺少必要的物流园建设，物流的效率较低。如果当地没有上下游配套企业，那么企业所需的生产材料和加工环节就需要花费大量的物流运输成本和时间成本。对很多小微企业来说，这些成本严重挤占了他们的利润空间。在刚性的环保政策约束下，一些企业还很难通过环境评估拿到该有的许可证。比如中部地区某县一家纺织企业因为拿不到排污许可证，只能租其他企业的厂房；另一家企业因为排污问题被环保局粗暴的用水泥堵住排污口，工业园区领导介入协调也没有办法，上面规定不能边整改边生产，导致企业停产半年时间，就是政策比较乱。工业园除了严格的环保政策，还有严格的消防政策。中部地区某县引用一家纺织企业负责人表示，由于工业园区离居民区较远，工业园区的交通也不是很便利，为了方便工人工作，便在园区内设置活动板房，用于住宿和食堂，但是消防却不允许3合1，就是集生产车间、货物仓库、员工办公住宿为一体的厂房会被消防所重点检查。小微企业通常很难满足全部要求，而在消防执法过程中，这也给企业带来了很多实际的困难。融资困境也是企业遇到的突出问题，一些地方对于企业融资门槛高且手续较为繁琐，中小企业融资较为困难。一位企业主反映，省级银行向各地区分行下放的贷款额度低，1000万以上的贷款则要去省里。作者说一些地方政府的过激做法，目前一些县级政府为招商引资盲目打造大规模高规格的产业园区或者工业开发区，但如前文所述，中西部县城由于区位劣势和公共服务配套不足的问题，难以吸引到高质量的企业，地方政府却动员几乎所有的力量进行招商引资，这就导致抢商抢资和举债盲目建设现象，从而引起大量资源无效投入、地方政府债务等问题。你看，这不就是叫无效投入吗？沉没成本叫沉淀资金呢，钱投下去了没有效果，钱又花了，地方债又上去了，建设这工业园区的这婆罗门呢，钱分到了，但是你能招几个企业来，这工业园区最后就是荒废，大量的这样事，这就是地方政府过激做法。即便知道招不到这个企业过来招商引资，人家不来，但他还要这么干，目的就是为了分钱。你只有以各种名目的工业园区，你才能建设，你建设那工程就是唐僧肉，大家才能分到钱。说县域产业招商标准一般有2个特点，说一是产值高，例如规定年主营业务产值达到2000万及以上才给优惠政策；二是要求发展环保产业、低能耗、新技术、高产值产业。当地政府一般都想招到那些专特精新高端的企业入驻工业园区，但是难度非常高，招不来商，却还要排斥这些低端产业。例如中部地区某县一家提供税收500万的企业愿意落户，地方领导却认为科技含量
第一予以拒绝。目前地方政府三保，哪三保呢？就是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支出，就是三保的压力已经很大，又没有足额补贴，只能通过举债的方式发展产业园，最终产生债务陷阱。举债方式大部分是发行专项债券，完善产业园的基础设施，优化营商环境，例如加强道路、仓储物流、标准化厂房，为企业配套、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建设。有开发区将每亩地以6万元价格出让给企业，政府实际成本却是30多万元，由此政府不得不借新贷还旧贷，债务压力较大。我就说了，地方政府化债，如果这么化，那债只会越来越，你看是不是？然后地方政府之间还会互相竞争，引发产业发展失序。一些相邻县区、开发区都有发展类似产业，产业的差异化较小，同质化较高，竞争十分激烈。更夸张的是，地级市的工业园也会截胡各个县招来的好企业，也就上下级之间还要抢。总之，产业发展呈现出一种无力状态。一方面，地方政府希望引进高新技术产业，迟迟不见踪影；另一方面，大量不断回流的低端劳动密集型企业夹缝生存，最终形成县域工业产业空心化的局面。这很大程度上是地方政府政策目标与现实需求的错位而导致的结果。因此，中西部县域产业发展真实定位应该是承接好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产业回流，为回流企业做好产业配套和产业集群。这个县域经济是咱们国民经济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你看，全国有3000多个县，大部分人都生活在这些县里面，是这个经济高质量发展重要板块。发展县域经济也非常重要。咱们2024年中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报告说，百强县东部地区占66个，中部地区18个，西部地区13个，东北占3个，其中前5名的都是珠三角和长三角一带产业发展。也就是说百强县里面基本上都集中在珠三角、长三角，这也凸显东中西地区在县域产业发展上面临的不均衡的局势，这个是现状。从空间区位来看，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和中西部地区构成了经济地理上的核心和外围模式。核心区是具有较高创新变革能力的地域社会组织子系统，外围区则是依附于核心区的地域性社会子系统。由于缺少区位优势，中西部地区大部分县域属于稳定级类型。这类县域有几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农村型县城，由于远离沿海发达地区和区域城市中心，内生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发展能力和发展潜力均不足，属于大农村。二是留守型县城，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父母留守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县域底色是留守，特别是西北、东北、华北地区边缘型中小城市和资源枯竭型城市周边的一批县域，人口流失极为严重，常住人口流失超过15%。一些地方有把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对立起来的倾向，存在新兴产业就是先进，传统产业就是落后的认知误区，这只能导致大量的企业最终以关停的方式退出市场。这些处于稳定级的县城发展产业的大方针应当是经济安全，而不是科技创新，所以应当打破低端产业与高端产业二元对立的思维。考虑到处于稳定级的中西部县城，应当将经济安全作为产业承接的主导方向。中西部县域产业发展的方向是服务三农，中西部县域产业发展应当与县域劳动力结构相匹配，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防止农民工退无可退。此外，应当服务于农民家庭再生产，发挥蓄水池和稳定器的功能。实际上，这个为什么要聊县域经济？如果把县域经济就固化为什么产业，这个是大错特错实际上这个战略方向已经错了。为什么县域经济一定要发产业，一定要搞什么这个产业？产业不是你想搞就能搞的，像那个 DeepSeek 一样，很多科技创新不是你设计，不是你规划出来的，产业也不是你规划出来的。首先，这个文章作者也认为有区位优势，叫天时地利人和。我认为就在中西部很多区域，你就不应该聊什么产业。我们的县域经济是小农经济时代留下的，随着改革开放30多年、40年，这个不断的城镇化，这个县域经济遭到冲击。你想，改革开放之前，大家都在农村待着，城里是城里，农村是农村，基于农村形成乡镇，因为你有大量的人口就在那儿待着，乡镇聚集在一起，就形成一个县。但是现在形势发生变化，叫城镇化，农村是空心化。
化，很多中西部地区这人都已经进城了，进的不是县城，有农村的有的进镇，镇里面的进县城，但是更多的都进了地级市、省会城市，甚至还到北京、上海。农村人口是逐渐减少，空心化。你这个时候反其道而行之，还跑到县城去搞什么产业？首先第一个遇到问题就是你招不到合适的人，即便你是特大型企业，你要跑到县城去，你都很难招到什么合格的人，因为人家不愿意去，你在当地也招不到人。即便当地你能招到人，但是不能符合你的要求。我举例子，比如富士康为什么在深圳建厂？刚开始他是在深圳，应该在龙岗还是在什么地方？富士康这么大的一企业，而且人家手上有订单，苹果的订单，就这个他也不敢往河南哪个县城里搬，他也不敢到四川哪个县城去，就这么大的体量，这么有稳定的收入、稳定的利润，他也只敢往河南郑州搬。为什么？搬到哪个县城他能招得完20万人？你说他如果搬到四川一个县里面去，他在哪儿招20万熟练这个工人？我举这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你的企业再厉害，你不可能往县城跑。至于什么高精尖，你怎么可能跑到县城去呢？你首先人才你也留不住，就不要说中西部县城，你就是珠三角、长三角，你县域，你高精尖的企业也很难。你首先你要考虑人才，人家怎么会愿意在那儿安家落户呢？高精尖的企业一定是高精尖人才，一定是往一线城市跑，因为他考虑到方方面面，比如家庭、后代、教育、养老、医疗，你这哪个县城能满足这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产业要聚集，你无论发展什么产业，一定是越聚集成本越低，围绕这个产业的配套它就来了。如果你就一两家企业，你连配套都没有，没有配套谁来成本都高。刚才说了运输费，为什么深圳很多产业发展的快呢？我以前做手机我知道，在深圳华强北1公里以内，你拿着手机报幕表，你可以把所有的东西配齐，你马上可以找个代工厂给你生产，就这么方便。1公里之内，你说你搬到哪个县城，甚至搬到哪个省会城市，你能做得到吗？做不到。这个说明的就是这个叫产业链聚集产生的一种效益。至于这个文章说的中西部县域承接什么东部沿海、长三角、珠三角的产业转移，也属于一种理想的想法，这属于一种本末倒置。中西部县域不要追求什么产业，要根据当地的人口变化，根据当地的自然资源。如果你那儿有矿，你就挖矿；你那儿有什么景区，那你就开发你的景区。这些自然资源是别人带不走的，别的地方也没有，只能在你这儿，你只能围绕这些去做文章。那地方什么都没有，只有地，那也可以发展农业，搞农业深加工。你只能叫因地制宜，不要老想着从哪儿把人家招商引资引过来，引什么？你那有什么呢？你没有任何特点，你没有什么别人没有的东西啊，你没有什么有特色的。一个县城以前一个县大概有50万人口，现在一个县常年常住人口恐怕只有20万。我只举这样的例子，因为或者30万，你别看少的这20万，少的这20万都是生力军，这些人都出去打工去了，出去上学去了，留下的都是老弱病残。你指望这些人你去发展什么产业？白瞎。所以越规划花的钱越多，浪费的越多，最后都是变成地方债，越招商越引资越浪费，这个属于叫逆风飞扬，打逆风局。所以我觉得在现在这个大的背景，中西部县域就不要盲目的搞什么工业园，规划再投资。为什么他们热衷于投资？就是因为投了资之后就可以分钱，你没有项目，婆罗门吃什么呢？只有这个钱投下去之后打了水漂，那有什么关系？地方债嘛，还有画的嘛，画完之后接着投。所以应该中西部县域应该下文不准搞什么工业园，对吧？你老老实实的，你那有什么？有金矿你就挖金矿，有铜矿就挖铜矿，你那有红薯，那你就卖红薯干，准备做红薯深加工。有枣你就做大枣产业相关的，就是充分的利用自己的资源去做事，而不是想着什么科技创新，那玩意儿跟你那个县域没关系。什么做高精尖，不要扯这个，没有用的，对吧？如果你的棉花多，那就搞点纺织深加工，就地加工，成本低，不用运来运去的，把成品再卖出去，这样这个单位运输费用就下来了。随着这个县域人口越来越少，因为大家都要进城，这个发展趋势一旦记住，不能按三农专家的说法逆城市化，一定是像日本或者美国那样城市集群，人口越来越像城市集中，在北京、上海或者是深圳或者是杭州形成很多卫星城，人口逐渐往那儿集中，那就是其他的地方人口是越来越少。什么中西部县域没人力发展什么产业，对吧？你就老老实实搞你的当地资源就完了，愿意留下来就留下来，不愿意留下来的你就进城。美国它也不是到处都是发达地方，但很多地方很落后的，因为人口都进了大城市嘛。所以如果现在脑子里面还有那个执念，什么每个地方每个县都发展的不错，那是小农时代的思想，人不能离开，人就在那地方待着。现在是人跟着产业走，产业是跟着地理位置，跟着优势走，是不是这个道理？人跟着
着产业走，产业是跟着这个位置区位。为什么珠三角、长三角发展的好，还不是跟它区位有关系，也是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所以发展县域经济和发展农村都是一种执念，这个执念应该要反思，这是一种惯性思维，这是一种小农经济下的惯性思维。有很多人他们就想着这个县城里面县域劳动力多，劳动成本低，就是人力成本低，那我把这企业搬到县城去。他不知道表面上看劳动成本低，但实际上它隐性成本那是高的出奇，这个隐性成本你没法估计，耽误你半年不能生产，你不就完蛋了吗？你就可以倒闭了。所以我认为这尤其是中西部地区搞什么产业园区，搞什么招商引资，搞什么产业规划，那是浪费远远大于它的成绩。我们再说鹤岗，那鹤岗为什么是地级市？还不是因为有个矿吗？有煤矿，它也是因为矿才形成的城市。那现在矿开采完了，资源枯竭了，这个城市必然会消亡，有个几十年、100年，慢慢的这些消亡了。很多这样的城市它就败落衰落。你比如说辽宁的阜新，还有什么安徽的淮北、云南的什么个旧，都是因为资源枯竭，它就是因为有资源才聚集的城市。现在资源没了，城市慢慢衰落也很正常。你非要逆这个潮流，没有必要，让它自然衰亡不挺好的吗？那这人他都搬走了，他都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对吧？那样的年轻人都想办法去了上海，去了合肥，去了杭州，搬走了。所以我觉得人跟着产业走，而不是产业跟着人走。因为我们这有人，我们这没产业，所以我把产业招过来也活不了。最后一个说的什么？就是政府少管，政府只是提供服务，人家愿意回乡经济，对吧？叫回归经济，人家愿意承接，比如东部沿海干不下去了，成本高，到你这儿来，你做好服务就行了。人家愿意来，你可以授权人家开发，政府不要投入，政府只提供服务，你自己带钱来。自然有人觉得这个地方可以搞一个纺织工业园，搞纺织，那我来投钱，我有钱，我贷款，我来在你这儿搞工业园区，然后我来招商引资，政府不要投，对吧？政府是纳税人的钱，化债化来的钱，那他为什么不这么干呢？为什么政府要亲自上手？刚才说了，这就是种分配形式分配方式，政府不上手，那婆罗门怎么赚钱？如果我是民营企业，我来开发，那我就要算成本，谁想从我这卡油，我不给，我要对我的效益负责，是不是这个道理？婆罗门还怎么赚钱？所以你看，政府即便要发展中西部这个县域产业，那你政府把自己的定位定好，你只要做好了服务，资本这些商人他们自然会来，他只要有利可图，他就来了。如果你做好了服务，资本还不来，那说明你这个地方就不适合发展，没有必要强求，强求就是浪费。昨天咱们介绍了各个地方财政困难，财政收入增长怎么来的？靠的都是伐木，靠的都是变卖国有资产，叫盘活国有资产。你看现在这些县域经济这么折腾下去，那2025年还不是缺钱吗？还要花债。这个政府越不管，他越放权，这个经济越活跃。你政府越不规划，越不去管控，那这个地方经济更容易起来。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